咱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伊个讲话啊，伊发表演讲，那对经拜登政府推行的多元、平等、甲包容的这个政策大力批评，佮强调北约要增加国防支出，这战伊是真不满，也伊真满意的是加强军队这项措施来保护美国国土，也这川普评讲是伊的政绩。 前日俄西米路，美国总统川普行出专机陆战队1号甲军校校长见面，与一个有名的西点军校伫当地日时举行毕业典礼。川普特别出席发表演说，除了鼓励毕业生专业工作，嘛提起对文化甲政治议题上不满的部分。The job of the U.S. Armed Forces is not to host drag shows, to transform foreign cultures. The military's job is to dominate any foe and annihilate any threat to America anywhere, anytime, and any place. 川普搁一摆表示，伫下任之前完成金强导弹防御计划来保护美国国土，强调会当重新强化军队是家己决定的政绩。佮表示对北约组织目前甲国防支出的不满是真久了，批评真正的拜登政府伫军队甲政府部门推行的 DEI 多元、平等甲包容的政策。 There will be no more critical race theory or transgender for everybody forced onto our brave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or on anybody else for that matter in this country. 另外，对于川普政府要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权利，伫哈佛向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违反宪法了后，美国联邦法官已经伫23裁定暂时停止美国政府对哈佛实施的招生禁令，而且订定29要召开禁令听证会。因为比利时王室的伊丽莎白公主打完成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班的头一年学业，对哈佛禁止收国际学生的案件，比利时王室嘛密切关心，是不是无法度让公主完成学业？关系新闻台是董编译。